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初5，旧历的8月19，礼拜一。这个中秋4天的连假结束了，好天气嘛对咧结束，尤其是北部变天了，因为东北风真强，北台湾这礼拜拢会是这款湿湿凉凉的天气。所来拜五阁是3天国庆的连假，讲真有可能会有风台来扰乱。早起的8点，今年第14号的风台长风、强风形成了。气象局的预测，可能会转北平往日本遐去，也毋过嘛无排除会偏过来西平挖进台湾。到底对台湾的影响有偌大？拜3了后就会知。国庆彩路踩伫凯道下坎的东北季风，也有轻度风台强风，早起8点伫日本南方的海面形成，分析结果真明显。在8号之前呢，都是一个垂直风切比较小、海水热含量比较高的，所以它的强度上来讲有可能持续的增强，轻度台风的上限到中度台风下限这样的强度。强风恐惊扰乱国庆活动，估计77会到琉球群岛的边仔。台湾日本气象厅、美国气象局、欧洲中期模式拢认为讲会往东北转日本过，不过因为季节的变化，岛因的气流无明显，路线若要明朗，都要拜3、拜4才会知。在未来的预测上来讲的话，还是有很大的变数。那不排除还是有比较接近台湾这样的可能。无论强风往倒位去，北台湾伫国庆时，拢因为东北季风关系是湿湿凉凉的天气。今仔日嘛，因为东北风的关系，北部局部所在有落雨，高温降9度，南部日夜温差较大，拜4进前。北部、东部拢是湿凉的天气，国庆连续3天假期，水气会阁增加，阁有可能有局部的大雨，所以讲若要出去佚佗，若雨伞的网扎，爱阁穿好袖。